항전乃州。早上种植甘美，太湖山林再拜诞生新奶，火风恭喜风转火药，山二山度靠定熬食胖嘅梦，也係阿爸來嘅一門口，字也學，公子傳來嘅講話聲音，土生木，木用甘美打字，木生火，火有配熟麵包，二胎，連命嘅仲係一胎嘅來嘅起頭手工。這段阿爸嘅阿爸流傳本二胎嘅硬學智慧，阿爸將來嘅欣賞阿爸神靈輪迴，兩胎一胎挨了到兩胎。铁牛车缓慢地开在苗栗大湖的山间小道，竹林间阳光斜射，行驶过一层又一层的陡坡。黄文业、黄文义两兄弟在这一片大约9分2700平的山坡地上，他们栽种了350多棵的茂谷柑。以前转来的时间，鸦片全部封山压林啊，就那个劲刀啊。見到徛嘅布頭沒有？徛拍臉啊，拍臉還有練機，拍手機啦。當回事，這個拍手機吼，唔係用普通嘅刀片嚟做的，佢愛有掛力機嘅機齒，機齒嘅佢趕粗頭啊，真有辦法來割落去。如果我講吼，做案嘅，老頭擺老爸爸講下嚟種下去，都要下面20年了。嗰20年，人家又開始用轉型做新的品牌，菊二代。好新咧！真係㗎，阿樹拍拍，他嘛碳酸鈣粉嘛好大大咯。黄家两兄弟都不是学农出身，只因为是橘子果农的第2代。学汽修的哥哥黄文业7年前先返家种橘子。弟弟黄文义机械系毕业后投入生技产业，3年前也跟着哥哥回家一起照顾橘子果园。像安尼感染啊，看也天内下嘅草诶，人全部用去家去拍咧，人用去家去拍咧呢，我老嘅人家當到老農啊，佢就當作用。些除臭劑嘅，那2-3年工時就差到8倍以上。我說講，人家做安尼果園本人家消費者吼去認同，其實係當艱辛的一隻工廠。用草生種植方式照顧的橘子園，捨棄除草劑，以純手工除草。虽然必须多花8倍的时间，王文义还是坚持纯净友善，不使用农药，因为他知道恢复土壤生物多样性，才能种植出口感多汁的柑橘。你看，这边有一个鸟巢，你看，它就是我们这边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啦，蝴蝶啊、昆虫啊什么的，这样子。好。在黄家整片茂谷柑果树中，坡地旁边这片结实累累的阿波罗甜香橙，客家人叫它阿婆柑，种了快20年，兄弟俩特别有感情。所以它是完全甜的，它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管你哪时候来采，它只有果汁的变化而已。就是现在比较熟果，它比较多果汁，然后更甜这样子。其实它没有一点点酸味。那你像其他的柑橘类，它都还会开始有酸，很酸，然后慢慢降，变成转换成甜这样子。但是它这个品种不是，它是一开始就很甜，甜到后面还是甜。所以它很适合做果汁，对不对？很适合做果汁，没错。本来是有50-60颗，可是那时候市场卖出去，市场他们卖也是觉得只是普通的柳店而已，所以说他们卖的价格不好的话，就全部被砍掉了。结果
今年口感跟往年一样，又香又甜，品质可以，品质可以，限量的，因为这只有7颗而已。从生技产业转战农业，返乡后黄文义自创品牌，他试图翻转农业只能在地行销的观念，在橘子园里嗅到机会，跳脱传统卖柑橘方法。果汁的概念是这样，它其实很简单，就我们在橘子采收完毕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格外品。那我们在格外品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它的运用到底是什么。就像 Coco 他会一直跑一些市集啊，就用机器，然后去卖一些果汁，然后给客人喝到最新鲜的果汁，也是我们一个诉求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我们的整体的消费市场，它接受到我们原来不用到正常的橘子直接吃橘子的时候，是用果汁的方式呈现的时候，那它的果皮相对我们农夫就不用花特别多的心力去照顾。当然，我们的农药的安全使用上面也可以减少它的农药使用量。什么啥？我们那个橘子应该差不多可以压果汁咯，你那边还要吗？要下礼拜再送。我今天下礼拜就可以再送吧。我们现在还有。你要不要先用那个试试看那个什么香橙？好啊，好喝吗？好喝啊，甜的啊。我下礼拜先送香橙过去看看，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白天种植采收，晚上黄文义开车北上亲自送货。在推广橘子销售上，黄文义不断地开发新市场，不只靠农会盘商通路，他透过人际通路增加销售管道。文义这个橘乐带他们提供的这个橘子汁，常采收直接压制，然后冷冻才是最新鲜的。在市面上啊，其实大家都会喝到新鲜的柳丁汁，可是真的橘子汁是非常少见的。就当黄文义在外头奔波搞创意、冲行销时，农场种植照顾的工作就大部分由哥哥黄文业负责。动脑的都他动比较多啊。我是动手的，跟负责动嘴巴的。这间橘子农场过去其实是一间木材厂。1990年代，台湾木材产业走下坡，父亲开始种植橘子树，另辟出路。因为我们家木材厂是专门帮橘子农钉它的木箱。柑橘箱就是几乎在大湖东市都是我们家做的钉的。大概7年前，我爸大概住院嘛，然后他就想说，哦，那干脆就顺势就回来帮忙，因为我们家里木材厂又搬回来大湖这边了，然后也需要有人帮忙啊，山上的果园也需要有人帮忙，所以我哥就先回来，然后接下来才大概过了4年左右才换我回来。就大概3、4年前嘛，就换我回来之后，我回来就是操作品牌这样子。3年前，黄文义返乡接手后，思考橘子果园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他结合家里木材厂的优势，让橘子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橘子木箱这件事情，它也有60、70年的历史的。那我就在思考说，到底有没有一种重新包装的概念，把以前跟现在把它串接在一起，所以我就复刻了这个橘子礼盒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茂谷柑装进木盒里面。装进小木盒里的茂谷柑取名叫大吉大利。黄文义企图抢攻过年礼盒商机，这个新创意，就连最支持他的哥哥黄文业也觉得很麻烦。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就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要再来做这个东西？就是很忙了，就会觉得说自己已经采橘子，那时候采橘子就采回来单纯的洗选果，洗好了包装起来放着，没有想说过年前涂年节礼盒。会反对是因为说觉得麻烦啊，你做一个。你也不知道说你公定价那么高，人家愿不愿意接受，这也是一个问题。卖得太贵了，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我父亲嘛，他说我们的礼盒卖那么贵，
那有谁会买？在去年度的时候，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个想法跟观念全部大转变。那主要还是透过我们在礼盒的销售量的提升，然后被父亲所认同这样子。当然我们在这之间的一个摩擦是非常大的，那我就还是一样继续坚持说，我就是要这样做。黄家兄弟俩一起推出的橘子木盒，在大受高端消费市场欢迎后，更入选2016年农委会30大农村好物。我们有分大小礼盒啦，如果我们一般装木盒的话，会用这一颗，然后装一般的，我们也有纸箱装的礼盒，我们就会用这一种的，两个都会差异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我们带回去的时候，像这个粉啊，它并不是农药，它是我们的碳酸钙粉，通常是用牡蛎壳粉来去研磨，然后我们就会加一点白胶，在7月8月的时候会加一点白胶，然后帮茂谷柑做一些防晒的动作。现在自家年产4万斤的茂谷柑中，3万斤交盘商，1万斤做成礼盒。农业透过文创的包装提升价值，成功行销茂谷柑。采访之间，突然外面一阵骚动。吹风机。原来是妈妈找到了家里失踪的猫，猫咪被果园里的陷阱困住了3天，自己脱困跑了回来。安太长叫我合作。唔可能啊，讲过咧，唔安太长咧。来，妹妹来。哦。妹妹，坐的。好的，你晓得转的，唔安太长。因为这猫啊，我们种橘子的，然后猫会去抓老鼠。我们这不是一般的家猫哦，然后它是会去打猎的。然后那主要是因为柑橘1月份采收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些部分我们会储藏起来，到3、4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卖嘛。这段期间就可能会有老鼠啊。这就是农家生活的日常。除了种橘子，农2代回乡的黄文义在生活中不断地找事情做。他善用木工专长，打算做更多的延伸。这个也是我们台湾比较稀有的宝贵的杉木料。那我就想要把它做一个很完整的呈现，就是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味道。期待老客人回流，不能每次都只有采橘子。黄文义接下来打算扩大农场经营范围，增加更多农场的生活体验。这一间呢，是我以前睡觉的地方，然后还没整理之前，2间都是堆满了非常多的杂物。之后会把一些锯台或木工台、木工桌，把它移到这里来，让客人呢可以更舒适的体验我们的木工，做一些比赛活动的场地这样。善用闲置空房间，挑高大跨距的房间，兄弟俩打算整理成木工教室，还有扩建民宿，让来到农场的客人能够多留一晚。这个是我们木工房要用的，就是客人来有没有？来这里上课啊，上一上他必须要盥洗，盥洗完再回去，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厕所这样子。这是整块整木啊，然后砖头怎么跟整木做一个结合，然后它又不会倒，这才是这个工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思考的一个地方。青年返乡不只有单纯农作，要维持生活，光靠理想不够支撑。新一代的青农运用创意，在生活中找寻生存的门路。回乡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重点在于自己如何把自己的产业或自己的那个能力，或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把它先专注了之后，然后把它做好、做精，那你才会比较有机会做大。
这个才是我们在于对于一些回乡青年来说，给他们新的鼓励。回乡3年后，黄文义疯狂的点子不断，他跟大湖当地的返乡青农组成反清复明联盟。他们共同行销，以打团体战的方式相互合作，彼此找到获利模式，让更多年轻人返乡成家立业。杭镇爱州。走上中日革命太府3年祭拜诞辰醒嚟，火放恭喜奉轉富有，神醫3度靠得50磅嘅夢，也係阿爸拉嘢嘅一門口，字也學，用字傳遞嘅講話聲音，土生木，木用革命大字，木生火。火有配熟面包、泥胎，連命嘅仲係一台嘅奶嘢起頭手工，接等阿爸嘅阿爸流傳本泥胎嘅硬殼智慧，阿爸供奶嘢欣賞阿爸神靈輪迴，兩胎一胎挨了到2胎。宁静的苗栗三义山區傳來鋸木頭的聲音。这里是青農小貝返鄉3年進窯烤麵包農場的日常生活。我們這山上就很多木頭，如果太高的矮化，就會拿過來燒，就地取材。對，我們的園子裡長得比較快的樹木，那我們要修枝，就給它矮化。農場裡種植許多果樹，像是秋末最後一批文旦柚，果肉已經沒有汁，果皮也不漂亮了，小貝得趕緊搶收。因為我園內的話都是自然栽種啊，沒有使用任何的藥物啊等等，所以有些柚子我們會去給它做挑選，有些被果蠅叮到的話，它變成柚子一定會壞。表示一定有蛀蟲在裡面，所以那種柚子我們當然是不要啊。對，然後我們就選皮是好的，而是再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把這柚子，我們要取它的柚子皮啊，去給它做成我們的麵包，窯烤麵包裡面的內餡。農場果樹生產過剩時，小貝的媽媽秉持客家人珍惜食物的精神，充分運用，在她巧手下都能變成意想不到的麵包夥伴。這還是有一些有葉片的掉豆唔怕，哦，把它削掉，等一下要削掉。哦，好啊，反正好的就留起來嘛。啊，也最後一批咯。我們就是取皮而已啦。哦，那這個弄啊，對啊，也不要那麼多。你要清乾淨哈，弄。還好。當初是這邊的話，就是我媽媽這邊啊，對，還想說我們那麼多柚子皮能幹嘛？每次殺完的柚子，然後就把它曬乾啊、熏紋而已。然後我們在外面看到很多賣的那個橘子蒂，我們想啊，我們原來那麼多柚子，那我們可以也拿來做柚子皮、柚子丁啊。好，我們柚子這個白色的，我們叫弄啊，然後這個弄的部分會苦。然後我們最後研發把試到最後把它削掉、去除掉，不要那麼多。過剩的文旦柚，小貝和媽媽一起洗皮，去掉苦澀弄，再炒過翻砂糖熬煮，清香的柚子皮跟南瓜一起和在麵團裡當餡料，就成了農場裡秋季限定的鮮採金瓜麵包。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園內的話不只有我們的柚子，還有我們的芭蕉。然後我們剛剛有尋到我們芭蕉園，看到一個芭蕉已經準備要成熟了，那我們去給它做包的動作，然後去保護這個芭蕉。啊，對。不止清香的柚子麵包受歡迎，農場另一款
招牌口味的窑烤面包贝盐山椒，也是小贝利用自家生产过剩的芭蕉自行研发的创新口味。就是当初基于自己喜欢吃什么啊，就种什么啊，对，然后种的，然后开始量开始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有点过剩啊，对，过剩着，然后慢慢的，发现芭蕉这么多，现在怎么办？而且我妈才想着啊，我们拿来把它烘，我们有窑嘛，有日晒啊，对，我们有太阳的时候我们会用日晒，太阳不足的时候我们用窑的余温，大概30度左右的余温，最后的余温下去给它烘干。成为我们香蕉干。过剩的芭蕉切成片，经过太阳日晒后，更能呈现出酸甜口感，适合做成面包内馅的果干使用。2年前的香蕉过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把新鲜的香蕉融入我们园内自己的芭蕉，去给它做一个香蕉的面包出来。这是我平日生活的工作啦，因为我在这边不只是面包窑烤的部分的话，我一直朝生态富裕一个休闲农场的概念做经营，所以我变成我也养了一些的鸡。整片山林几乎都是小贝家农场的土地，因为他很喜欢大自然生态，对园区的规划尽量不破坏地形，游客来到农场能够认识山林生活的真实面。里面只会看到我们这边鸡的话，主要的还是以日本鸡为主。然后日本鸡的话，我们习惯的话就捡它的蛋来吃。然后里面有3只捆在里面，是我们的黑鱼土鸡。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对，准备要我们客家人祭祖拜祖先，而且还是放生的。好，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鸡妈跟小鸡的部分。对，那我们会动作比较轻声音放小声一点就是怕受到小鸡和鸡妈妈受到惊吓。小贝本名邱真斌，原本是工业设计师。3年前，他回到苗栗3义老家，和从事汽车工厂退休的爸爸邱必义，利用3合院的老灶，砌成时下流行的柴烧砖窑，在苗栗3义深山里卖起了欧式窑烤面包。初中毕业以后，那时候就是要考升这些职业学校高中都是考试嘛那时候就是差了0点几分没考到那个师范学院，没考上，那时候就初中毕业就去当学徒就学那个烘焙的中式糕饼西点这些，学了3年4个月。当兵回来，民国60年的时候就工业起飞了，就跑到台北去，台北就在义隆汽车待了32年。因为我们自己的地嘛，阿公一直传承下，传到我这边的时候，跟我爸讨论，结果就想说往一个休闲观光的方式下去做处理。基于我跟我爸一点点面包的烘焙的底子，那时候我们就想说，经营农场的话，还要专门的主打的产品，所以那时候我们才陆续说我们来盖窑，做起窑烤面包这个部分。就这样，退休的爸爸邱必义和返乡的儿子小贝，保留了老家3合院，自己设计、自己盖面包窑，一圆父亲年轻时的面包师梦想。以前他们要出师，不是说你会做出产品就可以出师，而是你要会盖窑对，会盖窑，会做出东西，那才叫出师。他那时候刚好一个转机，就是他想回来。我说第一个是你自己要去评估。像我退休以后，我是说我赚不到钱，我还是可以生活。你回来你是要有赚到钱才可以。爸爸有盖窑的概念，小贝年轻有体力，再加上学的是工业设计，用自家老灶盖了这座面包窑。由我这边的话设计好，然后我把带着我一起做，然后我再把它的结构设计出来。那我们都是自己买料自己会好好的徒手自己做，我们自己专属在地食材、在地的口味我强调的诉求的健康养生的面包。山上的窑烤面包师傅
工作并不是只有单纯的面包。平日没有游客的日子，农场里大小杂事，小贝都要自己来。所以我们这个竹子也会当柴火烧吗？对的，对。然后我们用的话是用竹子后面的须的部分，刚开始起火那一刹那，它比较细，比较好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花，要移进来在里面做。砍树、锯木头、整理果树，假日才开放的休闲农场，平时一家3口各自忙碌。农家的生活就是这样各司其职，只为了给到访的游客一个舒适的休闲空间。这个水跟就是一些那个麦芽。喂，你好，这里是农茶。喂，对，不好意思，今天假日都比较忙，我跟你确认一下，你这边的话是要怎么做处理的？老客人一通电话，几乎把今天准备的面包数量全包了。这一窑才刚出炉，爸爸邱必义就赶紧把另一盘面团送进窑里烤。这样子要放多久？要烤多久？25到30分钟左右。要添柴火吗？不用，现在不用添，那温度。工作吧台上，小贝忙着揉面团，利用双手轻压、轻推、轻挤的方式，把空气包入面团里，这样能够让窑烤的面包更加蓬松。外皮酥脆，里头松软，有欧式面包的嚼劲，又保有湿度。农场每天出炉的面包限量不到50个，只有假日才供应。恢复到最原始的做面包，不加油，不加改良剂。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就是不会加这些东西，现在在这边做，就是我要恢复到以前的东西，才有卖点。放弃工业设计的工作，小贝返乡当面包师傅。当初爸爸并没有反对，而是要他自己思考清楚。不过父子俩开始合作经营农场，难免有些摩擦。我们的行销管道啊，全部就是仰赖于手机、平板、电脑仰赖于3C 用网络这一块。可是我爸这边话，可能父亲这边话就比较看不懂对，不了解，就觉得说你做没有事整天你手机拿着，电脑拿着那边 key 电脑那边，他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他回来以后就做这个 po 这脸书，国外的客人就有进来。爸爸的满意微笑肯定了小贝3年来的努力。深山里的窑烤面包农场吸引游客不远千里造访。我们今天早上体验的口味是我们的日式抹茶蔓越莓对，然后我们的话用日本的抹茶粉下去，然后来到农场除了买面包、吃面包，你还可以预约体验自己动手做面包。后来就发现，好香哦，味道，香吗？好香。欧式面包有讲求的2个精髓，一个叫做包气，第2个叫做精度。手工窑烤面包体验是农场最受欢迎的亲子活动。是有事物的压到贴紧桌子往后鼓对，然后再好的轻轻放掉了，再转90度。我们永远操作这个光滑面，好贴紧，对对，后面开始在跑。配合小贝的细心解说，孩子自己动手就可以简单的轻柔完成基础面团。还没有长大，有点变听话。没有，对。塑形好的面包送进窑里烤，等待30分钟。面包香喷喷的出炉喽，大伙儿全都迫不及待。带小朋友来露营，然后刚好这边有面包，然后就想说来体验看看，之前没有做过，然后刚好哥哥也喜欢，妹妹还要是不是？刚出炉的面包热热吃，酥脆外皮带着 Q 弹咬劲，
不管大人小孩都会爱上摇烤面包的乐趣。我们要在那里吃旁边。我们今天早上出窑的口味的话，有我们的贝盐山椒对，就是我们的芭蕉，还有红曲桂圆。才刚招呼完带着香喷喷的手工面包满足回家的客人，另一头小贝又立刻接到订购电话，要赶紧送面包给附近的民宿主人。送面包了，然后你们今天订的5颗面包。小贝的面包呢，就在我们下面200公尺的地方的农场。就是我们的客人呢，就是也很喜欢他们家的面包。客人喜欢的话，我们就会推荐他们下去。是我们邻居，那他们家有做手做的面包，对，也有就是可以购买面包这样子。返乡的小贝虽然农场在3义，但他也加入了大湖、黄文义、蓝凯汉的反清复明联盟，支援不定期举办活动。什么都不奇怪。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透过一有接到活动案子的话，我们互相在团队里面都会互相口译召集各个伙伴过来一起做行销推广的动作增加我们的产品的丰富度活动的内容度等等。青农返乡，生活忙碌，收入虽然不比在都市工作高，但却忙得很充实，忙得很有品质。他们呈现的是一种决心，一种复兴家乡的理念。